继续来看婚林调查站追查好买一个蒜头商涉嫌囤积着蒜头150吨，sau落来阁查到原种商农会理事长，伊的仓库有40吨的蒜头。这理事长讲，这蒜头是要留落来做种的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发表看法，伊讲好买迄位蒜头商的仓库放150吨的蒜头，这算是安全合理的数量。 仓库内拢是蒜头，原中乡农会理事长陈英华的蒜头仓库，昨婚林调查站有来遮，这是伫10因调查站伫后尾去抄到150吨的蒜头了后，佮出动嘛是要调查敢有囤蒜头。调查站伫陈英华的仓库发现有40吨的蒜头，不过陈英华讲，这仓库内面的蒜头拢是要做蒜头种的。 我这蒜头后要做种，但我本身嘛有咧加工。婚林调查站3天来发动2摆稽查，因为最近几个月来蒜头价销是起到有够咸，要逼近每公斤400块。不过伫咧调查站大动作稽查后，发现讲这个蒜头价销已经小可落价啊！依照西里国菜市场的资料，昨每公斤是360块。 主要是要了解说蒜商啊，他所收购的价格啊是否合理啊，数量跟往年相较啊有无特别异常的情况。 讲到蒜头价销，农业会主委陈吉仲讲袂过去啊。前天那已经有11个货柜261吨的蒜头进来。婚林县调查站的调查，陈吉仲认为讲，以零星业者150吨的这个部分，我想它是第一个它没有进口，那第二个它本身其实是在经营国内的，我想这是一个安全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库存数量。 陈吉仲讲，若是这盘商有不法的行为，那咧调查局甲公平会一定会追查到底。